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家医科主任杨进周医师。今天为各位分享一句台语：无好地基就起无好厝。地基是建造房子最重要的根基。这句话是用来比喻做任何事都要打好基础，才能有不凡的成就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24到27节中说：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因此，无好地基就起无好厝，是在告诉我们，想要在某方面有所成就，就必须先打好基础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，成功才会实现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